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知。讲到考克力，可能会面到像瑞士、比利时等国家的国家。台湾的考克力敢有10个，同时还是得个金牌也有。去年的屏东菜体中的原料可可啊、菜体粉、菜体膜所做出来的考克力，在英国伦敦的世界考克力大奖赛亚太区竞赛，超过1000种长穗考克力当中得到好成绩。得到的5个金牌、2个银牌、1个铜牌。许多人们认为，让台湾的可可啊产业该有好发展。屏东九省国家的可可啊，如中亚提抢眼的，因证可可啊提槟榔树底下如有好杂动。农委会推行按多年来的槟榔肺炎囤种作政策，提屏东无嘛监管，也咪系部分原因。屏东县大体有1300人公顷的抢眼的。已经申请肺炎的大体300人公顷，甚至多黑的大体160公顷呢。可可啊农民都希望转作政策是得继续下去，将可可啊树列作补助转作的其中一项，好帮可可啊产业行过状态。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we've got a bronze for Fuwan chocolate for Taiwan, number 5, 62% with nibs, and they're here with us as well. 就是也细细一代对屏东东港来的台湾1号考克力，在伦敦得到2017年世界考克力比赛亚太地区的5块金牌。这次得到这5面金牌呢，就是第一个是原味黑巧克力，再来是得到全品项所有竞赛的巧克力里面不分类的最佳巧克力。然后再来呢，就是一个产地直购可可，另一个金牌也是特别奖，就是可可生产国，那它就是鼓励我们可可生产国这边的巧克力制作者可以用自己国家生产出来的巧克力来制作。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全自制巧克力。对可可爱盐呢，多做巧克力的地方无意见呢，保留的可可爱盐最好的风味，就是也把屏东的巧克力做得卖到平时的前打出好成绩的重点。就是我们跟传统的这个巧克力的制成呢，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制成其实是叫做 from tree to bar。那如果在欧美的话，他们是只能做到 from bean to bar， 他们从可可豆开始，但是我们可以从可可果开始。那农场得到金牌的巧克力，喜欢人欢喜的同种可可爱农民分享辛苦过后所得到的安赞的结果。很香哎，很香，然后很不错嘞，很有一种那种果香味。这是英国比赛，好好吃哦。第1名的呢，也是林香丽的可可爱盐投标的厨师，第1数的高的就做出得奖的巧克力。我问林先生讲有冇按强咯？老人家哪个讲盐分啦？这个啊，也是一样啊，都一般的我们都打肥料啊，或者是营养剂啊，给它吃，要够吃哦。它营养不够的话，它不会长出来嘛。吃起来顺咬，有一些反酸蒙利亚豆台湾水果香味，是台湾的巧克力长有的特色。你分株出来之后，你看它在哪里呀？然后这个母株是从哪里出来的？屏东的可可啊树，拢是直接点燃来种的。在按多的树的当中，竟然牵出米摆做出来的巧克力，是那一粒盐生出来的树的打出来的果。为了稳定风味、产量和个品质，育种就变做一下最重要的工作。目前来讲，华人他们还在研究这一块，就是说这样的果树、这样的果子出来的味道是不是他们想要的？还有其他的果子相比起来，他们需要哪一种的？然后我们再配合他们的意见，然后去做一个嫁接分株的部分。屏东对日本输的就开始提种可可啊，因为无人推广又无加工的技术，种出来的可可啊，嘛唔得要卖起来。
一直到13年前，由民众开始暂停抢的各种可可啊，可可啊树将要喺南台灣嘅土地上生根產筍。你盤冇產業，連啲產業都係變咯。唔變咯，見間家私見來見冇實，一天會潛到一啲室內啲東西嚟替代啊，嚟變咯。做巧克力對種做法一直到用幾年，特鋪弄為真生意。只要下社會做茶，規個就會冇好睇。故說一次會潛到後面，製造嘅優良，可可啊將有機會變做係屏東嘅新嘅無根產業。嘛冇做出好嘅巧克力，爸爸就會先劈輸嘅啊。所以一開始嘅時候，阿姨冇鼓勵太講嚴重。伊個觀念就講，阿姨要先下體育頭前就花2年，多係啲巧克力嘅。量嘛100公斤，我一般記得有一擺就看我等個說實拍的東西，我看伊到迄個伊個人家講的父親的背影，就真無助又安尼，真無奈又真唔盼得，伊又同巧克力又多份可可輸蝕。2007年到2012年係屏東國泰來種可可嘅重要時期，唔過等到產量有為一定嘅經濟規模嘅時節，新嘅問題又來嘅。虽然说種了很多的可可，可是他們並不知道怎麼真正的去做好的加工，跟做好巧克力的這個部分。所以後來我們就去跟屏東縣政府去跟他們要請他們幫忙，然後提供給我們一些培力的課程跟培力的活動。這樣的話，其實有個原則是慢慢加就好了，不要大量倒。2013年，屏東縣政府開辦送課，安尼米烘加工嘅問題總算解決咧。一下睇屏東種可可嘅農民，他又有160人沙，他約種有300公頃安法，我用嚟賣出去又變做係可可嘅產業新嘅問題。先點檀香，再斟一杯可可茶。原來係做廣告嘅蘇一鳴，賣巧克力，輕講氣氛。5年前，佢回到家鄉種可可啊。佢就用東江的包裝來向人買行銷方式帶入可可啊產業。台灣巧克力在目前來講，還有很多的人不曉得台灣有種植可可樹，有做巧克力。那當然在還不了解的情況下，我們先用包裝跟質感去吸引他，然後借由包裝來認識說，其實台灣種的巧克力是很不錯、很好吃的。動用是咩睇包面一啲巧克力，蘇一鳴講包裝唔但淨係味道講聽，安尼米試過唔會走睇馬國內控。都差不多啦呢，然後脫啊，羽衣要脫啊，你洗粒起來。爭得到屏東頭一個精品巧克力風味感受認證比賽，讓嘅金牌韓國銀牌嘅小木3次呀，佢哋今日熱色一定好，因變因托可可啊人，我趕緊同佢哋賽比走。伊安尼哦，唔知啊賽到呢點哦，也已經賽了為雙禮拜，我哋睇客家博覽會雙禮拜嘛，我去客家博覽會之前都已經開嘅。張邊那個可可啊人，姚俊文有無限器材提貼貨，為咗愛將可可啊賣出去，針對客家產業博覽會規劃來，佢每日要愛趕緊去到台北嘅希望廣場去擺攤嘅。應該唔係講咱外地啦，喺規個屏東嘅可可來講，那個東西係講麻煩一些。台灣地北來講嘅話，吼，果母不容易識到講啊，用體位去做本土化嘅啦。而大部分攏係用國外進口嘅嘛，你進口嘅東西，而家米時攏差唔多。天然嘅巧克力是把酸酸，有的人都外面都覺得人家東西發黑的，冇本人都識，老本冇以為同人家識啊。透過一排又一排嘅擺攤咩，同消費者面對面嘅技術，喺日下買屏東嘅巧克力最有效嘅方式。因為我行喺都會去接觸人群嘅，話我第一我接觸嘅人夠多，我講夠大起來效果夠好。所以我覺得更加嚟講，睇老闆做會比睇其他睇屏東那邊會夠好鬼多。我們這個生巧克力有沒有？濕濕的都會安睡。
就在有卖嘅问题，抢嘅肺炎，韩国种族嘅政策喺1806年嘅年代就到期嘅，也嘛是知道种可可嘅农民真为难。计划是到106年的12月31号，那我们也希望说中央可以再继续有这个计划来支撑，来继续推动这个部分。毕竟它是一个比较这个就整个农村的经济来说，它有一个转型的一个指标意义。我们也是有建议到中央部会那边，就是说希望能够延长时间。那中央部也会慎重来考虑这个问题哈。那希望让农民申请的期限能够延长哈。就县政府嘅统计，屏東縣大約有1300人公頃嘅搶嘅嘢，也係已經申請肺炎嘅大約係300人公頃，實際暫停嘅大約係160公頃，效果冇像按算嘅按好。老一辈的农民，他有时候比较没有这么多气力再去耕作的时候，槟榔的这个固定的收入，其实也还是一个比较具有金流的一个品种。雖然屏東有90成以上嘅可可葉攏係搶嘅葉種做嘅，不過農民對貴葉嘅費體實唔多想。頭擺啊，屏東人吼，愛簽杜金嘅人貴難呢，農民用按到杜金鋪嘅呢。師傅啊，又唔好啦，土地唔係真好啊。以前嘅後來，佢下當按到講啊，用按到杜金嘅，佢搶嘅差，佢下唔會差。種搶嘅當有錢好錢。不是當有錢好存嘅。因為槟榔樹可以滴，可以做條嘅，我哋可以讀東西，冇影響到可可。新興的可可或者新興的產業起來的話，檳榔我們可能就是會慢慢讓它自然的老化，然後就不會再去做新的種植。可可葉原地度不是咧塑膠塑嘅，全都像垃圾信用嘅。只為到暫停搶嘅種可可葉同阿爸控制高嘅陳水講，種嘅可可葉以後才發現，其實種可可葉可以由搶嘅來變真好。所以，個檳榔樹本來應該係廢鐵嘅，但係為了做燉嘅，所以留下來做燉嘅。啊，一條塑嘅土地固定一個樹嘅，唔會被噴風吹翻去。但係最後都檳榔係廢鐵，但係你講種可可葉要做燉嘅吼。個投資真大，啊！我有得幹嚟講金屬嘅幹嚟講，我本人投資，其實檳榔都留下來做燉嘅。農民對搶嘅樹有感情，佢嘛有實際嘅功能。農民除咗希望做啲幫助政策推動嘅時間，嘛希望將可可葉樹列做係種作垂直嘅作物，慢慢嘅來穩定。就檳榔肺園的這個計劃來說，它的肺園可以分為兩個模式，一個是一次全部砍除，那另外一種是可以分3年逐步砍除，那分3年領。那1公頃來說，它就是補助15萬的肺園的這個金的補助。那另外，如果說在我們推薦農糧署它規定的品項之內的話，它還有加發1公頃5萬塊的這個種苗的這個補助費用。如果說可可我們縣市政府認為這個東西在縣市有發展的空間，只要報到書裡面，我們都會同意列入，它是一個補助種苗會的一個項目。屏東嘅可可葉產業對2002年開始富裕成功，米糠加工韓國製造嘅技術更來更好，喺1806年得到嘅國際嘅肯定。雖然哈馬那開始來種，但係最有可能改變地方產業嘅機會。假使我哋產業做起來時，後生嘅全部會過來。其他我哋屏東26家有品牌嘅巧克力，26家。啊，你按道嘅後生嘅過來做嘅時候，我都哋講，也要產業變變我人台。跟国际全球的可可产业比较起来，台湾是有很好的发展条件的。第一是我们有很强的农业技术，第二我们本身的农业加工技术在全球也是数1数2的。第三，我们的巧克力制作技术在全球也是排得上名的。那所以最强的强联手，对我们而言，你要做成好的冰土霸的巧克力，其实在台湾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算结果率高，但是比下一次收比较多，至少还要在4个月左右。經過嘅13年，屏東嘅可可葉產業天天嘅有嘅成功，有人培育有特別風味嘅可可葉樹，有人落成去做可可葉加工，有人將可可葉拿來做料理，或者係開封過鹽帶通地方嘅觀光，有人千山萬嘅引來去賣，
有人喺準備要去參加國際嘅比賽，就像侯文強所講嘅，屏東難得簽到嘅輕有市場發展嘅產業，也下可可嘅產業喺屏東將愛開花百花。